接近咧呢個廳起碼有去到8到9米啊，6米嘅一個空中陽台嘅位置啦。個廳非常之大啦，主人房更加係好驚豔啊！ Hello， 大家好，我係 Candy 啊，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咁今期咧就會帶大家嚟到咗江門市區呢邊嘅。咁我哋咧會睇翻一個市區比較稀缺嘅一個4.0戶型嘅。咁就係我身後嘅呢個江發津龍府啦。咁呢個樓盤嘅地段咧非常之靚仔啊，因為步行5分鐘咧就會有超市、街市、餐飲店。咁揸車1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匯悅大榕城咧搭翻呢個直通巴士翻香港噶啦。咁同埋呢個樓盤咧，除咗地段靚仔之外咧，戶型咧亦都係非常之驚豔啊！111平方可以做出百四方嘅感覺，126平方可以做出160到170平方大平層嘅感覺。事不宜遲，馬上帶大家去睇下。咁現在咧就入到嚟銷售中心呢邊啦，同大家簡單介紹翻成個樓盤嘅一個規模。咁咧，目前咧，我哋就會喺1樓嘅營銷中心呢邊嘅，就係7棟呢邊。咁2樓咧，到時係會用咗一啲會所嘅一個用途啦。就係例如會放啲圖書啦，俾啲小朋友喺度睇啦。咁仲會放啲台凳喺度咧，就會做一個茶室嘅。咁平時都可以落嚟呢邊咧去傾下偈啊，或者係約啲 friend 喺呢度飲下下午茶都 OK 嘅。咁成個樓盤咧個規模咧，其實就唔算特別大嘅。咁咧，但係咧佢係做咗升高咗2層嘅設計嘅。咁雖然位於一個市中心嘅位置啦，但係咧上到去屋苑入面嘅內園設計咧，相對係比較安靜啲嘅。咁總共咧係由6棟嘅高層洋房組成嘅。咁其中6棟同埋5棟呢2棟咧17層高咧已經係全線售罄咗噶啦。咁主要咧6棟咧就係111平方嘅清水樓交付啦。咁仲有呢個5棟咧就係126平方嘅清水樓交付啦。咁呢2棟咧目前已經係冇單位去揀噶啦。咁今次加推嘅單位嘅話咧，分別會有4棟。呢一棟咧總層高咧就係17層高嘅，亦都係2梯2伙嘅111平方組成嘅。咁係帶咗呢個精裝修交付嘅。咁另外咧就仲有1棟呢邊嘅話咧，亦都係總層高咧係17層高嘅。咁主要2梯2伙咧都係由126平方去組成翻嘅。咁另外咧，我哋見到水晶體呢邊咧就係2棟，同埋呢邊係3棟。咁呢2棟咧，目前仲未起出嚟嘅。咁呢2棟咧，到時嘅總層高咧就係32層高，咁嘅面積段咧就係2梯2伙嘅143平方啦。咁分別咧，到時咧呢一棟會係作為一個清水樓交付，咁呢一棟咧係作為一個精裝修交付嘅。咁所以嚟講嘅情況之下咧，咁呢個樓盤咧規模就唔算特別大，但係會有清水樓同埋精裝修2種交付標準嘅。咁管理費咧就係2蚊41平方啦，亦都係會由江發自己嘅物業管理公司去管理翻嘅。咁雖然呢個樓盤咧就冇帶一啲室內會所嘅配套，但係每一棟嘅 lobby 下面咧，亦都係會有泛會所嘅主題嘅。咁例如呢一棟啦，可能係圖書主題，咁呢一棟咧就係呢個會所呢一棟咧就係一個圖書館嘅主題啦。咁再嚟下面咧，呢度亦都係咧會有一啲小朋友嘅遊樂設施啦，同埋一啲小型嘅健身器材啦。咁而喺一個內園入面嘅話咧，亦都係會做咗一啲涼亭嘅設計咧，就係俾大家方便翻到時可以落去屋苑樓下散下步啊，或者跑下步啊。咁呢邊咧就仲會有啲小朋友嘅娛樂設施喺呢邊嘅。咁事不宜遲，馬上帶大家上去睇下戶型。咁咧，現在咧，我哋就上到嚟呢個111平方嘅一個示範單位呢邊啦。咁其實咧，到時交付標準嘅情況之下咧，呢度咧係一個 lift 嚟嘅。咁 lift 一出嚟嘅話咧，就會呢度有個獨立嘅空間咧，都係屬於你自己呢一戶去使用翻嘅。咁到時可以放翻啲鞋櫃啊，或者係一個雜物櫃喺呢邊都冇問題嘅。咁今期咧，開發商在售嘅一個產品咧，就係帶咗一個精裝修交付嘅。咁呢一套單位咧，建築面積咧係111平方，咁但係咧佢個實用面積咧係非常之高嘅。咁入到嚟嘅情況之下，大家會見到呢個廳咧非常之闊落啊，接近咧呢個廳起碼有去到8到9米啊。咁其實咧呢個111方咧，目前佢係做咗一個4房嘅單位嘅。咁個廳點解會睇落去咁闊落咧？就係開發商咧將原有呢間房嘅一個牆咧打咗，咁就可以擴大一個廳啦。咁樣嘅設計嘅情況之下咧，就會比較適合一啲冇咁多人居住嘅家庭咧。咁你又想個廳顯大啲咧，咁到時呢個第1間房嘅牆咧，你就可以打咗佢，做咗呢一種
擴大個廳嘅一個視覺感嘅。咁呢個南北對流個戶型嘅情況之下咧，目前咧呢個樣板房嘅情況之下咧，係做咗一個封窗嘅一個設計啦。咁其實正常我哋交付咧，呢度會係一個陽台嘅位置嘅，係啦，推拉門嘅一個陽台位置。咁封咗窗之後咧，就會顯得咧嗰個廳更加之闊落啦。咁佢景觀方面嘅話咧，係做翻一個望園林嘅設計嘅。咁我哋第四代住宅嘅情況之下咧，一定咧就會有贈送一個6米嘅一個空中陽台嘅位置啦。咁目前咧，我哋所在嘅呢間單位咧，由於係屬於一個雙數層，咁雙數層贈送嘅情況之下咧，就會連通翻一個景觀陽台咧，就贈送喺呢個位置嘅。咁稍後咧，我哋上翻去單數層睇睇佢贈送嘅陽台咧，就係喺後面嘅。咁呢個贈送呢個陽台嘅位置嘅情況之下咧，大家見到係非常之闊落啦，同埋好方正啊！比起一般有啲樓盤現在贈送嘅第四代嘅一個空中露台咧，可能個面積係冇咁大，同埋可能係冇咁方正嘅。咁呢邊嘅情況之下咧，到時開發商交付嘅話咧，佢都會有呢埲牆咧，幫大家去加高咗咧，就保護翻一個隱私性啦。咁同埋到時咧就可以喺呢邊啦，好似咁樣放啲露營凳喺度坐下，嘆杯咖啡啊，或者晚黑咧就喺呢度飲下紅酒啊，非常之超嘅。咁我哋睇完咗空中露台同埋呢個客廳嘅位置之後咧，咁我哋現在過嚟睇翻一個餐廳呢邊嘅位置啦。咁大家會見到啦，咁我哋呢度嘅話咧係做咗一種半開放式廚房嘅一個設計啦。咁因為係大精裝修交付啦，咁所以嚟講嘅情況之下咧，廚房嘅一啲星盤啊，包括呢啲咁嘅3件套咧，都係會有嘅。咁但係現在咧，開發商咧，因為樣板房就做咗少少調整，我哋稍後會上去睇一個交付標準嘅。咁呢度咧就係一個餐廳嘅位置啦，大家會見到。咁現在放咗張4人或者6人嘅長餐台嘅情況之下咧，空間感咧都係非常之闊落嘅。咁呢邊咧仲可以放個大啲嘅餐邊櫃咧，你都唔會覺得係好阻埞嘅。咁呢邊咧就會係一個生活陽台嘅一個位置啦。咁其實呢個生活陽台咧都相對嚟講比較闊落啲嘅。咁呢邊咧我哋就到時咧可以好似開發商展示咁樣啦，去做翻一啲櫃啦，去包咗一個洗衣機啦。咁呢邊咧就可以放翻平時嘅一啲洗滌用品啦，都冇問題嘅。咁而呢邊嘅情況之下咧，因為我哋所企嘅呢一棟單位咧，佢已經係全部售罄咗嘅。咁目前咧全部係賣緊入面嘅一啲樓層咧，基本都係以望翻一個花園嘅設計為主噶啦。咁我哋咧就再嚟睇下房間嘅位置。咁啱先有提及到啦，呢度係第一間房去打咗佢嘅。咁但係交付俾大家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呢度正常係一間房嚟嘅。咁如果後期有需要嘅朋友仔咧，可以再進行自行嘅一個改裝啦。咁呢度咧就屬於第2間房嘅一個位置啦。咁咧作為一個第4代住宅咧，咁其實全部都係冇咗飄窗嘅位置嘅，咁所以其實房間睇落去咧就會比較顯大啲啦。咁現在 design 咗係兒童房啦，放咗張米2床啦，咁其實再放張米5或者米8床都完全係冇問題嘅。咁呢度咧就係一個洗手間嘅一個位置啦。咁洗手間呢邊嚟講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會見到啦，鏡櫃啦、星盤啦。咁全部都係有包含咗噶啦。咁呢度咧馬桶啦，同埋呢個淋浴區部分咧，其實呢個位置都係非常之闊落嘅。咁其實一入嚟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呢間單位雖然咧佢嘅建築面積只有111平方，但係咧睇落去個實用面積咧接近都去到84方咁大。咁呢度咧就係第3間房啦。第3間房咧，同樣咧都係冇咗一個飄台嘅位置，咁所以嚟講嘅情況之下咧，就算放張米5或者米8床，兩邊都仲可以放床頭櫃啦。咁呢邊我哋到時可以做翻一個標準嘅一個衣櫃啦。咁另外大裝修交付嘅話，大家會見到其實開發商會幫大家喺入面連屋房嘅空調都已經係做好咗。最後咧再嚟睇主人房嘅位置啦。咁作為呢個111平方，即係接近去到1200尺嘅單位咧，佢呢個主人房嘅面積其實非常之大，因為呢邊咧做咗一排到頂嘅一個衣櫃位啦，甚至乎大家仲可以利用埋呢啲轉角位咧，如果係唔夠櫃，再做埋一啲櫃都係冇問題嘅。咁同埋大家會見到啦，呢度做咗一個7字形嘅一個飄窗嘅位置啦，咁就顯得成間房嘅一個採光度非常之高啊！咁而且呢個米8乘2米大床，跟住再放2個床頭櫃，但係我哋 feel 到間房仲係有好多空間可以擺一啲其他嘅嘢嘅。咁我哋再嚟睇咧，呢度咧就係屬於主人房嘅一個
洗手間啦，咁主人房嘅洗手間咧，大家會見到佢採光度比較好咧，呢度咧仲會有一個窗喺呢邊嘅，咁所以其實入到嚟嘅情況之下，我哋會覺得洗手間嘅光線非常之充足。咁另外呢邊嚟講嘅情況之下咧，淋浴區部分嘅情況之下咧，佢嘅一個窗咧，亦都係做咗到頂噶啦。因為平時我哋見到可能一啲洗手間嘅窗咧，只有咁樣一細部分啦，咁呢度就做咗一個類似全窗咁嘅設計咧，就顯得間單位嘅光線咧非常之靚仔嘅。咁我哋睇嘅第一間單位咧，呢邊嘅建築面積咧雖然只有111平方啦，但係咧佢個實用面積非常之高。咁我哋其實實測過咧，佢個實用面積咧係接近咧去到140平方啊，即係1400尺嘅一個單位啦。咁佢目前在售嗰個均價咧就係12500咧，帶咗一個精裝修交付嘅。咁 total 嘅總價咧就係138萬嘅。咁樓層方面咧仲會有選擇嘅。咁另外嘅話咧，因為我哋睇嘅第一間單位咧就係屬於開發商改裝咗嘅一個樣板房嘅一個設計啦，示範單位啦。咁咧，我哋嚟緊帶大家去睇下呢個樓盤帶精裝修嘅單位究竟包咗啲乜嘢。啱先咧，我哋就睇完咗111平方咧開發商嘅一個改裝咗嘅示範單位啦。咁現在咧，我哋就上嚟呢邊睇翻一個係交付標準嘅。咁同樣啦，呢度咧到時交付其實會係一個 lift 嘅。咁一出 lift 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呢度就係屬於一個獨立嘅使用空間啦。咁其實呢一種咧可以講係獨梯獨戶嘅設計啦。咁呢個門咧就係交付標準嘅門嚟嘅。咁我哋會見到啦，指紋密碼都OK 嘅。咁跟住然之後咧，咁就會用翻一啲比較淺色少少嘅磚啦，出面呢個獨立嘅空間位置。咁入到嚟嘅情況之下咧，佢係會用咗一個地磚去交付嘅，一個淺灰色嘅地磚啦。咁睇落去嘅話咧，整體嘅一個感覺咧就會比較簡潔啲啦。咁係由咗一個白色嘅乳膠漆嘅。咁所有嘅一啲電掣全部幫大家預留好晒。咁呢度咧其實就係屬於一個景觀陽台嘅一個位置嘅。咁景觀陽台就係屬於一個長陽台嘅一個設計啦。咁去水位全部都係已經做好咗噶啦。咁啱先咧，我哋啱先嗰個111平方咧係屬於一個雙數層嘅一個單位啦。咁其實雙數層嘅一個6米空中陽台咧，就會送喺景觀陽台嘅呢邊嘅。咁因為現在我哋上咗嚟單數層呢邊，咁單數層嘅一個6米嘅一個空中陽台嘅話咧，就會送翻喺呢個餐廳過嚟嘅呢一邊啦。咁呢度咧就係一個生活陽台啦。咁呢邊咧就係單數層贈送嘅一個6米嘅一個空中陽台啦。咁其實係無論送喺一個客廳嗰邊啦，定係餐廳呢邊嘅一個6米空中陽台咧，咁其實佢嘅一個長度啦，同埋就係一個大細嘅話咧，基本都係差唔多一樣嘅。咁最主要係睇翻自己日常嘅一個生活需求，係中意單數層啦，定係雙數層嘅一個6米空中陽台啦。咁屋內嘅面積咧係冇變化嘅。咁主要就係呢個6米嘅空中陽台嘅贈送嘅方向位置啦。咁呢邊咧就係屬於一個廚房嘅位置啦。咁廚房大家見到咧，呢一種都係屬於一個交付標準嘅。咁同埋咧係用咗比較新嘅呢種摺疊門嘅一個設計啦。咁我哋將所有嘅呢個門關咗之後咧，咁如果係爆炒嘅話咧，咁啲油煙咧就唔會傳出嚟啦。咁如果平時係比較中意做一啲簡餐嘅一啲食品啊，或者其實煮嘢都唔會太大油煙咧，咁我哋推開翻咧。其實呢度咧就會有種屬於一個開放式廚房嘅一個設計啦。咁連倒台咧呢個位置都係幫大家做好咗噶啦。咁交付標準嘅話咧，同樣都係會用翻上面係淺色啲，下面係深色啲嘅一個設計啦。咁呢邊咧就係一啲櫥櫃嘅一個位置，跟住爐灶3件套全部都係有嘅。咁同埋呢度比較貼心少少咧，就係呢度咧星盤個位置咧就會做高咗啦。咁你洗嘢嗰陣咧就會比較舒服啲啦。呢邊就係炒餸嘅。咁其實呢一種設計嘅話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好嘅。咁就係方便咗有一啲咧係想做開放式廚房嘅朋友仔啦。咁而喺房間方面嘅交付標準嘅情況之下咧，門係用翻呢啲咁樣嘅木色門啦。咁另外呢邊嘅話咧，亦都係地板嘅一個交付嘅。咁呢間房咧，如果平時大家覺得唔夠大嘅話咧，收咗樓之後咧，可以咧連通埋出面嘅一個景觀陽台咧，打咗呢個窗，跟住擴大呢間房都冇問題嘅，係啦。咁雖然開發商咧係精裝修交付，但係交咗樓之後，大家仲可以按照自己嘅生活需求去改動嘅。
咁房間全部都係做咗木地板嘅一個交付標準啦。咁而呢邊咧就係洗手間嘅交付標準。咁其實洗手間同示範單位嘅交付標準係一樣嘅，都係用咗一啲淺灰色嘅一個牆面磚啦。咁上面有啲暖風機，全部都係配齊晒嘅。咁我哋最後咧，嗱呢度就係第3間房嘅一個位置啦。咁然之後呢邊嘅情況之下咧，就係主人房嘅一個位置啦。咁主人房嘅話咧，就係做咗個7字形嘅飄窗啦。咁而喺呢邊嘅情況之下，大家會見到呢邊係預留咗電掣嘅位置嘅，就係咧方便翻大家，如果做一啲電動窗簾嘅情況之下咧，連電掣都幫大家拉好晒㗎啦。咁呢邊咧就係主人房嘅洗手間位置嘅，咁同樓下嘅示範單位交付係一模一樣嘅。洗手間嘅鏡櫃、星盤、淋浴區、馬桶全部都係做好晒，咁亦都會有平安鐘係已經設置好咗噶啦。咁呢個咧就係111平方嘅一個帶精裝修嘅一個交付標準啦。咁主要其實同我哋樓下一間示範單位嘅情況之下有咩唔同咧？其實呢埲牆係可以打咗佢嘅。咁我哋樓下嗰間示範單位打咗呢埲牆咧，就擴大咗個廳，就係做咗一個3房嘅設計。咁如果其實本身係比較多人住，而呢個餐廳同客廳咧一體化，亦都係非常之闊落咧，咁咧就可以保留翻呢間房啦。咁其實都係睇翻自己嘅一個生活需求啦。咁我哋嚟緊咧會帶大家去睇一間再大少少嘅單位。咁咧，我哋睇翻一間再大少少嘅戶型。咁呢隻面積咧就係126平方，可以做4房嘅單位啦。咁同樣交付標準咧，其實呢個係一個 lift 位嚟嘅。咁一出 lift 嘅情況之下咧，呢邊咧會送咗一個獨立空間俾大家用翻，放翻鞋櫃或者雜物啦。咁同樣呢隻戶型咧都係帶咗精裝修交付嘅。咁我哋呢個門咧係屬於標配嚟嘅，可以指紋啦，可以密碼鎖嘅一個電子門嚟嘅。咁我哋現在入翻嚟單位睇嘅情況之下咧，一入到嚟嘅情況之下咧，咁呢間咧係屬於開發商嘅一個示範單位啦，咁就唔係一個交付標準，所以大家見到咧佢個裝修會比較意式輕車啲嘅風格嘅。咁同樣咧係做咗個對流嘅一個戶型啦。咁呢個廳咧睇落去就會比111平方嗰個廳更加之大好多。咁呢個廳咧就係126平方交付嘅原版嘅廳嚟嘅，係冇經過任何嘅一個打拆嘅。咁當然開發商因為呢度嘅交付標準咧，其實係屬於一個標準嘅推拉嘅陽台啦。咁而再因為國內好多一啲裝修嘅風格咧，都比較興咧封咗一個陽台窗啦。咁睇落去嘅情況之下咧，就會更加大氣少少啦。咁封窗部分咧就需要自己交付咗間單位之後咧，自己選擇封或者唔封都 OK 嘅。咁同樣喺景觀方面咧，現在下面咧其實會鋪設緊一個屋苑嘅一個園林嘅一個設計啦。哇！咁呢個126平方咧個廳真係非常之大啊！咁你睇下開發商連沙發都要咁樣前後放2張，但係我哋都會顯得呢個廳咧仲有好多空間感，可以擺非常之多嘢。咁而喺交付上面嘅話咧，大家會見到咧，其實天花會有幫大家做好咗嘅，咁亦都係會做咗一個中央空調嘅一個配置啦。咁我哋其實呢一邊咧就係屬於餐廳嘅一個位置啦。咁餐廳呢邊嘅情況之下咧，現在咧係做咗一張西式嘅島台啦。咁其實到時呢度咧可以擺翻啲原餐台都係冇問題嘅。咁如果係比較中意整蛋糕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參照開發商咁呢邊去再做多一個餐邊櫃，然之後嗰邊再做一個餐邊櫃都冇問題嘅。咁由於咧，因為我哋呢個咧就係單數層嘅一個樓層啦，咁所以單數層嘅一個4.0嘅空中露台咧就會送咗喺飯廳連接出嚟嘅呢一邊嘅。咁大家會見到，咁其實呢個陽台咧都非常之大啊！咁出到嚟呢度嘅情況之下咧，仲有一條長嘅一個走廊嘅位置啦，可以種下花花草草啦。咁或者係到時如果中意種樹嘅朋友咧，都係可以喺呢度種翻啲羅漢松啦。咁6米嘅挑高咧，其實現在我哋見到有啲樓盤嘅4.0交付咗咧，好多業主咧會喺呢度再搭多一個棚，或者呢度直接係做咗一個晾衫嘅一個區域。咁而景觀陽台咧，主要就係攞嚟欣賞翻景觀啦。咁其實呢一種4.0嘅一個陽台，佢嘅空間可使用性真係好大，因為到時想請班朋友翻嚟嘅情況之下，都可以喺呢度 BBQ 嘅。咁我哋入翻嚟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個廚房咧就會喺呢個位置啦，係啦，喺呢個西式嘅島台入咗嚟嘅呢個位置。咁其實如果作為126平方嚟講咧，咁呢個廚房咧
就會細咗啲嘅，係啦，相比起下面嗰間111方，因為只有咁樣嘅一個小腰型嘅設計。咁而喺廚房嘅話咧，大家會見到啦，抽油煙機呢個爐灶3件套係有嘅。咁另外星盤啦，同埋呢啲咁樣嘅櫃啦、廚櫃，全部都係有屬於一個交付標準嚟嘅，係啦。咁呢度咧會有個消毒碗櫃嘅交付啦，都係有配齊晒㗎啦。咁呢度咧其實仲會有一個推拉玻璃門嘅一個設計啦。咁我哋打開咗之後咧，就比較係屬於同餐廳連動，好似係做咗一個開放式嘅設計咁。咁呢個126平方嘅情況之下咧，佢因為係擴大咗呢個餐廳嘅位置，所以其實廚房個位置咧就細咗啲啦。咁當然啦，雖然係精裝修交付，但係大家如果覺得廚房唔夠大嘅話，後期交咗樓之後，大家可以自己跟翻自己中意嘅風格再去 design 下都冇問題嘅。咁咧，我哋再嚟睇翻房間入面嘅位置。咁我哋未入房間之前咧，大家可以留意到，咁其實現在開發商佢自己嘅示範單位設計咗係成個背景牆一直弧形延伸到呢度咧，喺個走廊咧都會做咗一啲玄關櫃嘅一個設計啦。咁大家會見到其實呢個櫃都比較深嘅，係啦。咁咧，開發商交付俾大家嗰陣咧，其實呢度係留咗個凹位咧，大家係可以好似開發商咁做一排櫃喺呢邊收納翻屋企嘅一個雜物。咁如果係唔做櫃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呢個過渡其實又會闊翻非常之多嘅。咁所以其實走廊嘅空間都可以利用到嘅。咁呢度咧就係第一個工位嘅一個位置啦。咁而喺洗手間上面嘅話咧，大家會見到啦，包括呢個鏡櫃其實都係做咗一啲現在比較新嘅燈條嘅設計㗎啦。咁星盤啊、馬桶、淋浴區部分全部都係已經做齊咗嘅。咁上面仲有一個暖風機啦，係啦。咁同埋我哋見到咧，其實一個洗手間嘅位置都算比較闊落啲嘅。咁呢度咧，其實就係2間房嘅一個設計嚟嘅。咁其實正常交付俾大家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呢度係有埲牆嘅。呢度有埲牆，咁呢度係屬於第一間房嘅一個位置啦。咁然之後呢邊嘅話咧就係屬於第2間房啦。咁呢個係創意樣板房，咁開發商係打咗中間呢埲牆咧，咁就再去做咗呢個推拉門嘅。咁呢種咧就會比較適合一啲如果有2個小朋友嘅家庭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就可以呢2間咧都攞嚟做兒童房啦。跟住然之後中間咧就係用咗呢種開放式嘅設計嘅情況之下咧，咁小朋友咧平時喺房間活動嘅空間咧就會大好多。其實呢種設計真係比較新穎，同埋大家會見到啦，咁都係冇咗個飄窗嘅部分啦，同埋4.0嘅一個住宅嘅話咧，其實佢哋嘅玻璃咧係一直到頂嘅，做咗呢一種咁樣採光比較好嘅玻璃嘅情況之下咧，成間房嘅一個採光度咧又會非常之高。咁呢度其實正常交付就係2間房嚟㗎啦。嗱，呢度一個門口，呢度一個門口。咁我哋一次過睇咗2間房之後咧，我哋再嚟睇呢度係第3間房嘅一個位置啦。咁我哋第3間房嘅一個位置咧，大家會見到啦。咁其實我哋後面做咗一排到頂嘅衣櫃，再加呢種梳妝台櫃，但係咧呢個過渡嘅空間咧都係非常之闊落嘅。咁同埋呢度咧比較特別啊。如果呢度做咗衣櫃嘅情況之下咧，呢度仲可以做一個休息嘅凳。咁當然啦，如果其實唔需要呢種咁開放式嘅設計咧，咁呢度可以再做多一排衣櫃嘅，咁一個放衫嘅地方就會多好多啦。咁同樣咧，呢度嘅情況之下咧，冇咗飄窗咧，咁望翻出去嘅景觀咧，就係到時屋苑嘅一個園林嘅設計嘅，同埋佢個窗嘅一個開闊面咧非常之大啊，所以就算其實現在我哋喺低樓層嚟講嘅情況之下咧，個採光度咧都係非常之高嘅。咁我哋最後再嚟睇咧，就係一個主人房嘅位置啦。哇！呢個主人房真係勁大。我哋呢間單位其實個建築面積只有126平方，但係入到嚟主人房係冇經過任何嘅改動，呢度直接係有一個衣帽間，同埋咧仲可以做呢個梳妝台櫃。咁呢邊咧仲係有窗嘅。咁如果開埋嗰邊個窗嘅話咧，呢間主人房咧其實就係屬於對流嘅一個戶型啦。咁再過嚟咧，呢度就係主人房嘅一個洗手間嘅位置啦。咁同樣主人房嘅洗手間嘅位置嘅話咧，我哋會見到呢度會有窗，咁呢度都會有窗，所以個通透度咧又會非常之高。咁其實呢一隻戶型真係好實用，因為一入到嚟睇主人房，直接係
感覺非常之驚豔啊！因為竟然126平方都可以有個咁大嘅衣帽間位置，咁再加上嚟到呢邊嘅情況之下咧，仲可以做個小酒櫃啦。咁跟住呢邊嘅話咧，仲可以做啲休息凳。咁其實呢個7字形嘅位嘅情況之下咧，亦都係令到成間房嘅一個採光度非常之高啦。咁如果係嫌衣櫃唔夠多嘅情況之下，一個衣帽間唔夠用咧，其實呢邊全部都可以做衣櫃到頂嘅。咁呢度咧就攞嚟做梳妝台。咁入到嚟嘅話咧，入到呢間主人房只有一個感覺就係非常之大同埋非常之實用。咁呢個建築面積126平方嘅單位咧，其實佢個實用面積咧，基本係接近實測咧去到160平方噶啦。咁有啲其實係作為140平方嘅單位，佢都未必可以擁有一個咁大嘅衣帽間嘅一個位置。咁呢個咧就係126平方4房嘅戶型。咁呢個戶型俾我一種感覺咧，就係非常之大。個廳非常之大啦，主人房更加係好驚豔啊！咁作為126平方一個衣帽間，竟然可以咁大，而且係連通埋主人房，唔需要你再單獨咧去拆分咗一間房去做呢個衣帽間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設計非常之實用啊！咁雖然呢個單位嘅建築面積只有126平方啦，但係佢實測嘅一個使用面積咧係可以去到160到170平方嘅。咁因為市場上其實基本要有啲咁大嘅衣帽間嘅一個面積段嘅話咧，基本都係要上到建築面積有140幾平方嘅單位先會有咁大嘅一個衣帽間嘅位置噶啦。咁同埋咧呢個樓盤嘅話咧，目前呢一種126平方咧，同樣都係帶咗精裝修交付嘅。咁佢嘅均價咧就係12800啦。Total 嘅總價咧就係160萬啦，咁港澳人士最低可以1.5成首期，8.5成嘅一個銀行上會。咁另外咧呢個樓盤咧將會推出一啲更大嘅面積，就係143平方嘅。咁但係咧呢一個143平方嘅一個示範單位咧仲未推出，咁到時如果係推出咗嘅情況之下咧，都會同大家咧去更新翻呢個樓盤嘅一個情況嘅。咁其實作為市區嘅一個4.0住宅咧，真係非常之稀缺嘅。喺交通方面嘅話咧，樓下咧就會直接有一個市區內嘅公交巴士啦，咁可以搭到去江門市區嘅任何一個地方嘅。咁如果係一個港澳嘅直通巴咧，翻呢個香港嘅情況之下咧，只需要10分鐘嘅車程咧，就可以去到匯悅大榕城啦。咁嗰邊直接有直達巴士咧，可以翻返去香港嘅。咁同埋呢邊嘅話咧，生活配套亦都係非常之成熟嘅。咁我哋行落樓下只需要步行5分鐘咧，前面就會有肯德基啦，同埋一啲小食店啦，仲會有一啲中餐嘅一啲食店啦。咁喺市場方面嘅情況之下咧，亦都係步行5分鐘咧就可以有街市去買餸啦，同埋亦都係會有超市咧可以買齊晒生活嘅必需品嘅。咁其實喺地段方面嘅話咧，呢個樓盤咧係屬於江門市區咧地段比較方便嘅一個樓盤嘅。咁同埋咧呢期帶咗精裝修交付咧，亦都係免去咗自己要裝修嘅一個煩惱啦。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仔咧，就可以 WhatsApp 翻我哋或者 WeChat 翻我哋啦 ，send 翻啲更詳細嘅資料俾大家睇翻嘅。咁如果想睇江門邊一個樓盤嘅話，亦都可以喺我哋下面留言翻噶。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